上新的画面来看到，搁10外天啊，伫要选举，今日台湾民众党发起人，嘛是不分区立法院候选人蔡壁如落南到台中，和其他共党的候选人做伙来扫街拜票。嘛，互人问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也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敢已经请假要来辅选，来听蔡壁如上新的讲法。壁如姐，记者媒体，请问说是不是市长现在已经开始请假辅选？市长的请假是需要而请，那他原则上他一直说每天早上的晨会还是他很重要的处理台北市市政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大概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的话，他每天早上还是开晨会。今天早上晨会就已经停止了。没有，只有今天早上请假，因为昨天在高雄。那今天还有高雄的行程，因为今天大概他的行程是高雄地区的一些企业家想要跟他座谈，那讨论那个高雄的一些长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因为昨天晚上在高雄，所以大家就没办法回到台北。那他明天还是会继续，还是会回去开晨会，然后开市政会议。